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记载在约翰福音第8章1到11节。和合本圣经在138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约翰福音第8章第1节。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。清早又回到店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。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？”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”于是又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第9节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他说：“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”以上。现在我们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。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人际高手第5讲，饶恕高手，饶恕高手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。求着你安静我们的心，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要跟敬虔的心在你面前来听你的话语，你赏赐我们的谦卑、顺服的心来领受。也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眼，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大概有人在30分之后，8点半之后才来，大概不知道前面我们发生了一件事情。牧师因为这件事情在这边讲了一些话，我们整个气氛就沉重起来了。因为我们正在读上帝的话语，然后人走进来的时候，大部分人因为晚来，他们都从旁边走。但是我们的侍奉人员竟然是从中间这样大拉拉的走进来，我没有办法制止他们，因为我在读上帝的话语，但是我心非常的痛。我想起来了，以斯拉他们是吧？城墙修好之后，他们找到了律法书，他们就向所有的以色列百姓朗读的时候，所有的百姓站着听。然后就痛哭流涕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违背了上帝的话，他们把听上帝话语的那种敬虔的心，就在我的影像中间出现了。我们虽然是在15分开始，好像我们敬拜是从8点半才开始，但我更觉得15分在读上帝的话语是更敬虔的时候。我们中间会有没有在这个时间进来？我相信他们跟上帝之间能够去交代，因为这是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我们的侍奉人也很早就来了，师母7点多就下去，说是7点40就要练诗了，所以我知道他们很早就来。但是我们从8点15分要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进来，晚一点才进来，然后就这样子走进来。等一下，我会对这一段，因为我今天刚好讲了饶恕，我会做这一段呢，我会做出回应，但是我只是要在这边再次提醒，
我讲出来不是要责备他们，我为我的心情整个这样子沉重来道歉，因为我不应该，我这样子的态度引起大家也是沉重的话，那我们的敬拜算什么？我们敬拜应该是一个欢喜的敬拜，我们在敬拜神是敬畏，但是是欢喜的。为何会变成是一种沉重的呢？是不是也是我们应该思想的地方？牧师首先道歉，但是我也盼望大家同样来思考这个问题。主日的时候，你来敬拜神，你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来的。早早来是敬虔的一部分，安静心是敬虔的一部分，虔诚的态度是敬虔的一部分，中间没有一样是代表全部，是整体合起来才算是一件事情。不是人看是这样，神他自然会有评断。我这边讲的话只是牧者，只是我自己的看法而已。我当场是告诉大家，我心很痛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我就求主赦免，因为我一定会影响到大家的敬拜。我花了很多，当时在唱赞美敬拜的时候，花了很长的时间，我试着要安静我的心，试着回复到我要敬拜神的心，但人就是这么软弱，我没有办法，甚至还麻烦我们的指挥起来还要解释一番。我认为这已经失去我的意义了。我们不是在辩论，我们不是在做什么事情，我只是把我的感受让大家知道而已。我们来这边是敬拜神，我们面对的是神，你也不是面对的牧师，所以只要你对得起神就可以了。我只是站在我的角度在谈这些事情。今天讲的是饶恕的功课，怎么才叫做饶恕呢？到结论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提到，我就会对这个事情再做另外一番的解释。我们希望要去传扬福音，你跟人的关系要是不好的话，你怎么去传扬福音？所以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人际的高手。我们从很多的角色、很多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已经讲过，但是已经相隔相当的远。今天已经是11月，已经8个月前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大概不太记得我们讲过什么，所以简单的稍微复习一下。第一，我们讲说人际关系高手要成为关系的高手是这样，关系到底是重点是在什么地方？原来是在跟神的关系。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是正确的话，你跟人的关系才有可能正确。我们用的经节是讲到夏娃跟亚当的事情。当上帝为亚当造了夏娃之后，亚当第一件事情看到夏娃就说：“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”但是为何夏娃吃了善恶果之后，又拿给夏娃吃，又拿给亚当吃？上帝来的时候要责备他们的时候，亚当说：“你造的那个女人，不是骨中骨、肉中肉吗？怎么变成是你造的那个人呢？好像跟你完全无关一样，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已经不和好了，他有犯罪了，所以人跟人的关系就不好了。所以我们常常人跟人之间关系不太好，大概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不好。求神怜悯，我们回到跟神的关系和好之后，神就拆毁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墙垣，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和谐回来。是人际高手，第一个回到神的面前，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，你才有办法跟别人来建立关系。第二讲呢，我们讲到角色，每一个人的角色到底是如何？我们用的经节是利未，这位税吏，他在人的眼中是一个税吏，是人家都看为是罪人的。但是耶稣选召他成为12个门徒之一，这是后来写的马太这一位作者。人眼中不以为意的，是罪人的，但是上帝用了他去传扬后来的福音，传到现在20亿以上的人，
是基督徒，是多么重要一个角色。所以我们的角色认知不在我们自己认为是如何，而是神认为你是如何。你自己知道每个人的角色是什么吗？所以我们常常在看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撇弃很多个先入为主的观念。有些是因为传统，有些是因为惧怕，有些是因为我们固执，有些是因为怀疑等等，或是用理性来分析很多事情。这是我们要避免的，你才能够回到神眼中看你是如何。但是很简单的一个答案，每个人都是神眼中的宝贝，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有不同的命定。你要去认定你的命定，其实答案都一样，至少容神益人，只是在你的角色如何去益人呢？这就是神要让你自己明白。你如何去建立好关系呢？你认识你自己，你在你们家里的角色有没有做好？在上班的角色有没有做好？在你邻居里面的角色有没有做好？神要我们去使万民成为他的百姓。当我们扮演好我们角色的时候呢，我们才有可能去做好。第三讲我们讲到尊重的高手，我们用的经节呢是腓利门书，原来是保罗为了一个奴隶阿里西姆，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主人腓利门，来告诉他，这个阿里西姆现在已经是主内的兄弟姐妹们，请你用兄弟来看他，不是用仆人来去看待他。他用这种尊重的方法，要我们去彼此互相的尊重。后来我们就回到神更尊重我们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已经有非常大的权利可以要求我们一定要信他，因为他为我们舍了生命。但是他没有，他只是告诉你，他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。若借着他，可以到父那里去，可以得到永生。他没有强迫你，他只是告诉你，因为他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，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有自由意志中间去决定要来信他。他一直在等我们，他一直在寻找我们。我们能够不接受他吗？他这样子的尊重我们，我相信我们更应该要尊重他对我们的救恩。这是第三讲所讲的。第四讲里面我们讲到肯定的高手。肯定高手中间，我们看到耶稣他在选召门的时候也碰到一个拿但业。这个拿但业呢，远远在无花果树之下的时候，耶稣就看见他了。拿但业跟耶稣质询说：“你怎么会认识我？”他说：“你在无花果树下，我就看见你是一个真实的以色列人。”他说：“你怎么会知道我呢？”后来耶稣讲了几句话，他说：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，你是那位基督。”耶稣带的门徒都还没有开始，拿但业还不是他的学生，但竟然讲出了彼得在3年之后才讲出来的话。而且彼得是100%的跟着，每天跟着耶稣的人，因为耶稣肯定了拿但业，拿但业受到圣灵的感动之后，他就讲出来，原来给人肯定跟赞美，你可以带来了创造力，赋予 power， 就是 empower， 能够赋能的这种教导人。所以我们常常也可以利用这种，透过这种肯定赞美呢，能够帮助别人。也跟别人建立更好的关系。例如我们常常讲说你真好，因为怎样；你感谢你，因为怎样。但是我们前面非常的强调，这是真诚的讲，否则你就变得虚伪了，你等于反而是在讽刺他一样。不只是对人要这样，我们常常对神、对主耶稣的救恩，我们更应该要感谢他。我希望透过这4种，就知道我们其实是可以跟人来建立一个关系，成为一个人际的高手，你就有机会来跟他传扬福音。但是人跟人之间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常常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他就只有简单几句话，他就受伤了。说不定刚才我讲的那几句话，已经有很多人受伤了。那牧师只是代表自己的心想法而已。
但我相信也有很多一定是受伤的。要是受伤的话呢，我们大概今天讲的就是要饶恕。要怎样子呢？人的人际关系通常会有这样子不经意之间，有人是刻意的，有人是被冤枉的，很多这样的情形，到底要如何呢？其实饶恕呢，是在这人际关系受到这样的受伤之后呢，最重要而且最有用的。那么在圣经中间到底怎样的教导我们呢？我们今天一起要来学习。我们先看饶恕的泉源到底在什么地方呢？在人际关系中间，我们受伤、误会、冲突，这是难免的，所以我们也试着要去圆融、去降低它。但是发生后要如何去面对跟复原，我相信这是更重要的。饶恕呢，是要处理人际关系中间的受伤、误解这些最主要的方法。不会或是不愿意去饶恕的时候，人际关系就会转变为是一种苦恼、苦毒。我们人的人格跟情绪就不再是当初神所创造那美好的样子，已经受到了扭曲了。不管是知道的人，特别是受伤的人，他更会常常记在心里面，心里非常的恼恨。说不定讲的人根本就不知道，完全一点感受都没有，但是觉得受伤的那一个人，他心里面就日夜想着这件事情，睡不着，吃不下去，然后就开始有忧郁也产生了，很多苦毒就开始产生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这件问题。要如何能够去面对这个问题呢？其实你要是没有去学习到或是领受到饶恕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去学习，因为是人的一些不好的天性所造成的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只有经历过神的饶恕跟赦免之后呢，我们才有可能去学到饶恕跟赦免，因为这力量不是由我们而来的，而是神赏赐给我们，神加添力量给我们，因为我们可以从耶稣来学习。怎么去学习他呢？耶稣为了我们钉十字架，他是无罪的人，但是他被我们钉十字架，被人家受苦、鞭打等等这些，最后又钉在十字架上。他又是神的儿子，他有 power， 他有能力，他可以实行很多的事情，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讲了一句话是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但我们常常碰到很多事情，你觉得被冤枉，你觉得被很多这种你觉得不应该受的苦的时候，你受到苦之后，你大概会很难过。但是你要是站在耶稣那时候的角色是你的时候，你大概所有的难过都不会大过那个难过。你没有任何的罪，但是你要为了世人而钉在十字架，受很多肉体上的苦，最后又要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要是耶稣，而且你有能力，你可以使这些害你的人当场马上就死掉，没有问题，因为你有能力啊。你要如何做呢？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给我们去学习。所以你要是学习到说耶稣对我们是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领受到这么大的恩典，耶稣饶恕了我们，耶稣赦免了我们。所以我知道饶恕是什么，赦免是什么，我才有办法去饶恕别人，去赦免别人。所以饶恕跟赦免的根源是在什么地方？原来是从耶稣而来的，就是有神的力量来的。今天我们所看的经节记载另外一件事情，是文士跟法利赛人，他们要抓耶稣的毛病，他们抓着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被抓到了，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挑战耶稣，说：“夫子，这妇人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她怎样呢？”这给耶稣两难，说是也不是，也不行；说不是也不行。
所以这是对耶稣的一个考验。如果耶稣他照着他所讲的爱里面呢，去饶恕这个妇人，那不是跟摩西的律法相违背的吗？但若是耶稣说好，就照摩西律法好了，那你不是在传达爱吗？所以会陷于这个两难之间。这也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刻意要来试探耶稣，要找出毛病，要找出把柄，要来控告耶稣的。我们看耶稣怎么去回答他。耶稣不讲话，他弯下腰在地上写画字，大概是看不出什么出来，所以他讲画字，要给众人机会。沉默一段时间，其实让他们仔细去想想，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吗？还是怎样？但是我们想想看，耶稣有这样的举动，我们人来看，说不定认为说，你没有办法回答的哦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讲话了，是不是因为这样？我相信他们当作是这样，所以他们众人不断的、不住的一直在问耶稣。所以可以看到，我们有的人也是常常这样，得理不饶人，就是像这样。有的人是根本就是没有得理的人，也是不饶人，因为他的气势比较强，他觉得对方是容易欺负的人，就这样一再的一直问，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反省。得理不是要不饶人，得理是让你站得住脚，但是你应该更温和的去面对这事情。牧师也常常犯下这种错误，一直在学习，一直在反省之间。得理不是让你不饶人，这些众人大概有点像是这样，因为他们摩西告诉他，我已经抓到正在行淫的人，要用石头打死了。耶稣，你说要如何？要如何？要如何？一直不住的问耶稣，所以耶稣就站起来告诉他们说：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哇，这句话是多么的震撼！谁是没有罪的？你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耶稣没有用很公义，或是要定人家的罪，或是嘲讽他们的这眼光来看重，他只是讲了以后，又弯下腰来，继续在地上画字，给他们有时间去思考。思考的结果呢？众人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。我相信刚才那句话，深深的打动了他们，知道每个人都是有罪的。我们怎么能够定别人罪呢？我们可以讲，但是也是同时在提醒我们，并不是说别人做错我们就不能讲，但是是彼此的勉励。我们今天等于到最后我们会一起讲到11月30号的事情，那也是一样。我们不是带着定罪的去反映这个事情，只是表达我们的立场是什么，站在信仰立场是什么。这件事情在信仰上要讲说，我们抓到了一个正在行，他是一个罪人，那我们也是罪人。求主你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人很容易犯的罪呢？我相信耶稣更希望我们是用这样的态度去看这件事情。但是当初的犹太人，他们是为了要找耶稣的把柄，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来面对。没有想到耶稣很有智慧，这样回答他们之后，所以等这些都走掉的时候，耶稣就剩下耶稣跟那妇人的时候，耶稣就问妇人说：“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。从此不要再犯了。”主耶稣的怜悯，他的怜悯，他的饶恕，在这边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。原来我们看到饶恕其实是一种恩典，从神来的饶恕更是恩典。我们对别人的饶恕也是恩典，因为他不要做什么事情，我们说我们饶恕了你们，说不定他只要讲说对不起，他没有做出任何赔偿的，但是我们说我们接受了。所以饶恕其实严格讲起来，你可以饶恕别人，就是一种恩典。耶稣说：“我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了。”这个是不是代表耶稣他容纳罪呢？他宽容的罪呢？他认同的这个
犯的10诫里面的第7诫，不可行奸淫，是不是耶稣都认同了吗？不，这其实是代表怎样？他没有要认同他，因为他要担当他的罪，所以他讲说：从此不要再犯了。你已经犯过的部分，我替你承担起来了。耶稣非常清楚，隔没有多久之后，他就要钉在十字架上，承担这个妇女以及所有的人的罪。所以耶稣非常清楚来这样告诉他，原来他是用饶恕来代替定罪，主要是为了从此你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们看到我们地面上有很多的律法，或是甚至在10诫的时候也定了律法，但是到新约我们却没有看到律法。原来人有他的软弱，律法原来是要叫人知罪的，但是我们而且能够悔改，知道这样是不对，所以我们要悔改，或是不要去犯。但是我们人的愚昧、人的软弱呢，却常常使这律法成为定罪、捆绑，还压伤我们自己的这种工具。律法其实根本没有办法使人不再犯罪。要是有的话，我们根本没有监狱才对啊！因为6法全书这么厚啊，告诉你什么事可做，什么事是不能做的。但是我们看监狱是满满的人，所以律法没有办法使人不再犯罪，而且进去监狱再出来的人，他已经知道非常清楚他所犯的事，但是出来90%以上会再犯同样的罪。所以律法不能使人从此不再犯罪，但是耶稣的赦免呢，他的大能还有真实，却可以使人不再犯同样的罪。假定他真诚的领受到主耶稣给他的教导的话，我们人需要神的饶恕，而人跟人之间呢，更需要饶恕，因为饶恕人是人际关系复原跟维护中间建立的秘诀。所以不只是我们要求别人饶恕我们，我们也要去饶恕别人才有办法。所以在马太福音，彼得就问了耶稣说：“我要饶恕我的弟兄，我到底要饶恕他几次呢？”耶稣告诉他说：“你要饶恕70个7次。”这不代表是490次，你也没有办法达到490次。7在圣经里面是完整数，你要完全。你要完全，也就代表它是无限次、无限的多次。你要一直的饶恕了他们。但我相信人是我们大概很难去做到。耶稣间接的又举了一个比喻，这记载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。他说，在天国里面，就像一个王，他面对着他的仆人，有人带着他的仆人来，这个仆人欠了这个王1000万两，王要他偿还。你可以把它想的是我们犯了很多的罪，然后你要认罪一样。他说我们没有办法还，那你把你的妻儿拿去卖，把你所有财产都卖掉之后拿来还。他说我一定会还，求你原谅我，让我有时间去处理。圣经说那王怜悯他，就免了他这些事，让他不用被关，而且所有的债全部免掉了。这只有恩典能够做到。故事紧接着又下去，这个人出去以后，看到另外一个仆人，跟他一样是仆人，那个人欠他10块钱，10两银子，他揪着那个人，掐着他的脖子，要他还。那个人也跟他讲同样的话：我现在没有办法还，我一定会还你。不行，要将他的所有东西卖掉，甚至把他掐在监里面，等到他能够还。在监狱里面怎么去赚钱，怎么还他？但他就这么做，其他人看不下去，去找王，跟王说：“你刚才赦免的那个人做了这件事情。”那王非常的生气，又把他叫来：“我赦免了你，你竟然你不应该在马太福音18章32节说，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，像我怜恤你吗？”紧接着讲了一句话：“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去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”原来饶恕是一个恩典，而这恩典神已经告诉我们他怎么做了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
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主耶稣做了最好的示范，连这样的事情都可以赦免，何况我们所碰到都是芝麻小事情，我们难道不能这样子学着父亲这样子吗？饶恕呢，它能够修补人的关系，建立关系。饶恕呢，是能够使人成为一个人际的高手，而饶恕人的能力呢，常常是从别人得到的饶恕之后，你才能够饶恕别人。你愿意成为那个饶恕别人，而且也愿意接受别人饶恕的人。问题是在什么叫做饶恕？很多人常常会讲说：“我嘴巴我饶恕了他，我已经不再记恨了。”真的吗？我们在几年前曾经上过和平使者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那个课吗？那里面讲到说，饶恕有代表的4个承诺。饶恕不是要你忘记，不可能忘记的，这事情永远都记得。但是它能够达到下面4个承诺。第一个，对我来讲，我不会老是记着这件事情，想起这件事情。对你来讲呢，我不应该将这事情继续来向你提及，然后继续来攻击你。对别人来讲呢，我不会跟别人来提起这些事情，然后让你继续受伤害。最后一个是这样，我们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你我之间关系的阻碍。其实这也很好想，一个是我对我的应该要怎么做到，对你当事者应该是怎样，对他别人应该怎样，这个结果应该对我们将来是如何。你把你的饶恕重新再想一次，你好像哪件事你似乎饶恕了，你有这样子吗？我不再去想这件事情，我不再向对方提起这件事情，我不向别人去讲啊那个人怎样怎样去想这个事情，然后我们之间没有东西会阻碍，因为这件事情在阻碍了我们。就像刚才这件事情，我会讲没有错，但是呢，我会记得吗？当然会记得。但是呢，我不再去想它了，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已经得到的信息应该是什么，你们也知道了，我也不会再去跟你讲，我也不要被别人来讲这件事情，而且我知道你们以后不会这样子的，它不会再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隔阂，一个阻碍。他要饶恕人，但是牧师一定会记得这个事情，不会忘记的。但是他不会成为我的一种苦毒，因为我将它释放了。我只是希望大家从很多事情中间能够学习到功课，你我都学习到功课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承受这些很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有意义在。饶恕的功课简不简单呢？不简单，但是你一定做得到。借着主耶稣的力量，你就做得到。我们曾经讲过很多个例子，包括汤明雄、杜花明这个 case， 这是在神话 KTV 产生的事情。汤明雄因为对社会不满，又跟人家吵架，又喝了酒吵架之后，就再拿了一个瓦斯桶到神话 KTV 放火烧了，里面的人跟店员跟客人没有办法出来，总共死了16个人。里面有一个姓杜的，是原住民，他是家里面的独子。你想想看，你的家庭是这样的话，你会不会对这个凶手汤明雄会记恨？但是他是基督徒，那个家庭是基督徒，他的姐姐叫杜花明，他赦免了汤明雄，去为他祷告，去传福音给他。后来被定了死刑之后，这位杜花明也说服他的妈妈，也是赦免他吧，他妈妈也接受了。当他被定了死刑之后，这一位妈妈她讲了什么话？在之前，她不只是赦免他，还认他为他的干儿子。他说：“国家没有办法饶恕你，但是我饶恕你了。只是我觉得很悲痛，因为我失去了儿子，失去了一个儿子，现在又要失去你这个儿子。”汤明雄大大的感动，他后来信主了。在要到死刑之前，有一段时间，
他就戒掉他的烟，他开始调养他的身体，把他身体能够注重自己的身体，变成非常健康的身体。他说：“我要将最后的贡献给那些需要我的遗体的人。”他要捐他的器官，他用一个健康的器官给需要的人。杜妈妈跟杜花明，他们因为饶恕别人，他不再积怨，没有苦毒在他心中了，而且他也救了一个灵魂。当我们去饶恕别人的话，就是不再把这个恨记在我们心中，而是跟别人一起来分享我们所学习到的饶恕。因为主耶稣将他的爱在我们身上，所以你学习饶恕啊，就是将这个爱去跟别人一起分享，让别人也能够去分享到。我们讲的这个 case 是太大了，是人的生命杀死了一个人，但是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间发生的事情都是小的很多的，芝麻小事而已。有人不慎讲了一句话，深深的刺痛了我。有些人因为误会了，受到冤枉，受到误解的，怀恨在心。有些人根本就是很奇怪的事情，但是对别人来讲一点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他就是记恨，而且记得非常的久。他不一定是恨对方，但是他记得这个伤害记得很久，而对方完全不知道。所以不饶恕，你只是带来了苦毒；而你饶恕的话，你就带来的喜乐，因为你领受到那个爱了。要饶恕不是多少次的问题，不是70个7次，而是你愿意领受这样子的恩典吗？我们需要常常说对不起，特别是对神，因为我们常常没有达到他的期待。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认罪悔改。而对我们其他的大家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会伤害到别人，知道的话，我们记得要去跟他讲对不起，这不是我的本意，或是我的本意是这样也好，我因为这样伤害了你，我非常的对不起你。对神之间我们太容易了，我们就你有诚恳的心，你就可以在祷告中求主你赦免。问题是你的饶恕真的做到像刚才讲那样的饶恕吗？那4个承诺有做到吗？那4个承诺你把它换成你对神的话，你的认罪就更清楚了。你要做到怎样的程度呢？我们感谢主，因为他赦免我们，他不定我们罪，但是他告诉我们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愿意饶恕赦免你的罪，你愿意接受吗？你愿意接受的话，你也要照他的教导去。因为刚才在马太福音第18章35节就说：“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。”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不是从口里来饶恕你的弟兄。这礼拜有小组，我们盼望从这几个问题里面能够得到彼此之间的帮助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有你成为我们的依靠，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软弱，我们常常在不经意中间去伤害到人，我们常常在不经意中间自己去觉得被伤害了，而没有去饶恕，这苦毒就一直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的人格，我们的情绪就受到了扭曲，我们不再是像是主耶稣，像是父当初创造我们那美好的样子。求主你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在面对饶恕这个功课没有办法做到。求主帮助，因此我们可以更建立好人际关系，我们就有机会来传讲主的福音，我们就有可以跟神来建立美好的关系。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几个礼拜中间的学习，能够成为我们在传扬福音以及我们跟神建立美好关系的帮助。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，这时候我们同心再来将
主，你告诉我们新的诫命，再次的来提醒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阿们。